小雪豹已经好久没有进食了，这次他的母亲赌上了一切。而另一边，小牛的妈妈也在誓死保卫她的孩子。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，两个妈妈没有谁对谁错，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在拼命。最终，小牛的妈妈保住了她的孩子。而雪豹似乎受了重伤，这对小雪豹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。雪豹最终还是失去了生命，而他的孩子将要独自面对大自然的